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礼拜开始进前，牧师拜托大家几件代志。第一，咱将咱的手机来关起来，还是关做震动。第二，就是讲，咱伫礼拜开始了，咱就毋通搁互相交谈吼。要交陪，咱就听候礼拜结束了，再来交陪。咱即时咱来祈祷，准备心。求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对年初到年尾拢看顾阮。阮伫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遇，阮拢会当倚靠主来超越。阮特别伫今年旧历年的最后一个礼拜，阮同心搁聚集伫圣殿中间，要来服侍敬拜你。透过今日的敬拜，主，我们搁一遍甲你有亲密的沟通，搁一遍来听你的话，了解你的心意。阮特别恳求主，你教阮三甲地地，互阮会当透过礼拜来思考过去一冬阮所领受的恩典，也求主亲自启示阮。伫新的一冬中间，阮应该安怎活，才会当来荣光你的性命？阮特别将阮本身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保守，互阮的心思意念会当得到坚固，帮助阮摆除所有你无欢喜的事。阮用专一的心智、专一的信心来敬拜你。我也特别将今早起服侍的正当工，完完全全交代伫主的圣手中间。阮无论司琴、献诗、诗会，也是传讲信息，主你拢教阮三甲地地。阮所做的服侍合你的心意。主，阮也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圣手中间，求主伫头前引带，互阮清楚看出你爱阮行的方向，亲自互阮意向，互阮会当照你的心意去行，互万民会当因为阮来得到福气。主啊，阮知上界重要的，就是阮应该爱接受你交代阮的使命，伫台湾的社会中间为你做见证，互真光遍照伫阮的国家台湾，互搁较侪无认捌你的人，会通透过阮的见证来认捌你，来羡慕你，也来信靠你。是阮的主，阮特别将台湾的正教会拢仰望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保守，互所有的教会，无论伫倒一个区域，阮伫无共款的葡萄园咧服侍的过程中间，拢会当结出济济果子来荣光主的圣名。阮也特别将阮的国家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伫新的一冬中间保守看顾，互国家存在的乱象会当得到止煞，互执政的团队会当有效推动政策，互百姓会当安居乐业。阮将这个事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顾守。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们。
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恁着感谢这个上帝的上帝，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恁着感谢万主的主，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咱即摆要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73首，圣诗第73首，但愿感谢上帝，请会友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即下要安静心，三甲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的主，感谢你过去一年为年初到年尾，伫阮的身边，牵阮的手，陪伴阮经历丰富喜乐的每一天。也扶持阮行过忧伤困难的每一日，感谢你，互阮即马拥有的一切。阮厝的人，阮的同事，阮教会同工会友，互阮的生命处处拢充满着疼。阮知影，阮毋是一个人咧行即条路，拢有主甲阮抱的脚印。阮也学习感恩的心，伫新的一年，阮相信你也替阮备办上好的福分，准备天使伫阮每一个日子中间帮助阮，要阮领受更较大的祝福。现在旧年年前成的主日，
阮正今日要用感谢祈祷的心，全心享受甲主结连亲密的关系，互阮伫敬虔安定中得到智慧，伫听候中得到快乐。伫新的一年，求你互阮搁较刻无你的真理，互阮搁较挖掘你的心意，学习你的模样，搁较疼阮身边的人。求主赦免阮过去一年讲出伤害别人的话，也互阮疼别人，毋是独独要满足别人的眼光甲世上的律法。也赦免阮常常按照家己的需要甲才能去计划做代志，无保留互主改变的空间。求你修正阮，互阮按照你的旨意去行完全的交托。赦免阮的软弱、过济的忧烦，敢若看见家己的限制，怀疑主要阮成就的代志。求主，互阮放落一切，互阮真实的相信，主，你比阮搁较注意，搁较疼阮关心的人，甲关心的事，也赦免阮对别人严格的标准，无办法饶恕别人的辜负，对别人的过失、过业的责备，常常伫行为面顶，互人绊倒。互阮会使接纳软弱的人，同齐享受真正的喜乐。互阮真正愿意去听别人，这毋是阮的个性，这是主你教示阮的决定甲选择。求主新的一年，互阮属灵的快乐，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做工，也会使参与别人的苦难，超找无去互接纳的人。看见别人真正的需要，正做悲伤人的安慰，失望人的鼓励，孤单的人的陪伴，也互因知天到上黑暗的时，主你所创造的月甲星，就会显现发光明。主阮中间有亲人死失的，主你知影因的苦痛的心。求主你安慰的灵甲因同在，有人身躯受病痛、拖磨的，求主照你的时间来成就医治，互因有平安的信心来面对。有事业一届一届拄着困境的，求主你赐落智慧，互因有信心来面对。家庭关系受到阻挡的，求主赐落深深的疼。互因彼此相疼，伫中间来拄起艰苦的心。新的一年，求主互阮双联教会、甲新庄分堂安养中心、幼儿园的宣教，搁较有疼心甲智慧，扩展阮的境界，培加得救的灵魂。互阮的牧长同工众兄弟有加倍宣教的意向，一人领一人。活出亲像主，互阮的恩典会使三边平的好行为。求主祝福阮的国家甲执政者顺服主的旨意，有主赐落的公义甲仁爱，有智慧甲能力来治理国家，也有立法院的乱象得到解决，大家同心合一来相挺即块主所赐落，互阮水的土地。求主也互世界上万分对立的战争会使停煞，互世界的天灾、火烧、地动、干旱甲异常的冰冷离开阮，互受伤、互死失的、互失去家园的人恢复生活，得到主赐落的保护甲平安。也求主圣化今日蔡牧师要传讲的信息，圣神的感动阮众会友，互讲甲听的拢受到造就感动，正做正人宣告拯救灵魂的快乐。阮安的祈祷无完全，
阮即马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咱即马要来启用经文第15篇诗篇65篇，伫圣诗后面23页。经文15篇，我来启，大家来用。上帝啊，伫西安有人学老来听候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较赢我，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点伫你院内的。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伊拢欢喜。上帝的河，伊的水满满。你管压苍远，满伊的高，伤平伊的灵。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地里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来磨来做磨来砍。即马咱要来赞美俄罗，先歌队要引出咱俄罗的诗是学赐平安的上帝。
水而乐，拢归荣耀予咱的上帝。今麦要来共读上帝话，圣经记载伫传道书11章第90到12章第2节。第二处是传道书12章13到14节。台语汉语版1282页，我要用台语汉语版来共读上帝话。传道书11章第9节。少年人啊，着伫年轻的时欢喜快乐，伫少年的日，照心所意爱、目睭所看见的去做。总是着知，为着这一切，你着对上帝负责，就将超凡对你的心扫除，痛苦对身躯除去，因为青春无久长，拢是空虚。就伫少年的时纪念创造你的主，伫年老痛苦的日也未到。就是你所讲我无快乐的年，也未来以前，日日甲光、月甲星也未变暗，雨落了乌云也未过来以前。12章第13到14节，这事你拢已经听了。结尾来讲，着敬畏上帝，谨慎守伊的诫命，这是做人应尽的本分，人所做的代志，甲一切秘密的事，无论好也是歹，上帝拢要审判。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照伊话去行的人。今日咱蔡主任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珍惜岁月，享受生命，请大家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咱旧历年的最后一礼拜。咱无偌久，过几工就要过新年。牧师直接要用上帝话来祝福大家。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只是要专注来领受你的话，求你教阮三甲肢体。用你的圣神充满阮，互阮会当真正明白你的话，也有信心，照安尼去行。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传道书。传道书是一本伫旧约圣经中间的智慧文学。传道书这个字伊伫迄个希伯来文动词伊字根的意思就是组织的意思。你讲意思讲，伫一个组织的场所中间，有一个人对大家讲话。所以这本册其实是咧显示讲，作者是一群伫真有智慧的中间有作为的领袖。的人，伊咧对大家讲出生命的铁盒。这本册通常伫犹太人的大寮仔节，就是祝棚节，大寮仔节来读互群众听。因为迄个时阵咱知影册毋是做流通，所以真济这册拢是用读的，大家来记起来。这本册伫大寮仔节
的时阵，读互群众听，有真特别的意思。因为咱知影大寮节，就是祝棚节吼。祝棚节即个意思，即个是为着要纪念一些人的祖先，因伫旷野流浪的时阵，大寮住伫即个帐篷内底。伊即个节期吼，通常，这是以色列人的7月份，大概咱新历的10月初，所以就是大概秋天的时阵。咱知影秋天的时阵，就是即个牛也是即个马要收成的时阵。所以大寮节拄啊是一些百姓吼，因伫即个收割的季节。通常因为收割丰收的即个节期的时阵，会放假，互遮的亲戚朋友会当聚集做伙，遮个好的朋友会当互相交陪。所以这节期吼，总共有8天的时间，是一个真欢喜的季节吼。亲像咱台湾原住民的迄个人讲丰年祭吼。嘛，其实有若真亲像咱台湾人的过年，虽然毋是因的正月吼，毋是一些人的新年，但是伊迄个意义上介成真亲像咱台湾人咧过新年同款。亲戚朋友拢会斗阵团圆，互相分享，彼此祝福。特别有一寡青年男女，因也利用即个时阵，互相认捌，甚至就是交往，然后决定要进入婚姻。所以伫即个时阵吼，因就来读即个即款册吼。读即款册吼，互所有的人听了会有真侪无共款的感受。比如讲，大家听即段传道书了，伊会想讲今年吼大丰收，对我的生命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是讲今年收成较少，生活较困苦，生命遐尼劳苦，人活着到底有啥物款的意义？所以一些人因利用即个大寮节这段时间，读传道书，去思考因人生的意义。牧师感觉咱伫过年的时阵吼，嘛会当利用时间，除了亲戚朋友做伙斗阵快乐以外，咱嘛会当摕传道书出来看。我相信一定有真大的感触。咱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传道书结尾的所在。传道书的作者对咱有一寡建议，咱才会安尼来思考咱生命的意义。第一项，伊安尼讲，是这段经文吼，伊计算是写互少年人的吼，但是其实吼，老实讲我看大家拢做少年啦，因为吼，咱今仔日一定比明仔载较少年，今年一定比明年较少年。当然，咱中间有一寡长辈，但是其实这段经文吼，对咱每一个人拢是真重要的提醒。因为一个人不管一个人的少年无少年，甲伊的年龄无绝对的关系，是甲伊的心态有关系。咱看见着圣经中间加勒85岁，佮家己讲要去征战，要征战迄个好的征战。所以，咱每一个人只要用心去看这段经文，其实对咱来讲，拢真有意义。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一开始安尼讲，伊讲少年人爱快活过你青春的日子，趁少年的时阵快乐吧。照你心所爱，你目睭所看见欢喜的代志去做所以，对这段经文中间，传道书的作者互咱一个建议：
爱真情享受上帝所赏赐咱的每一时每一刻。因为咱知影时间过了实在是真紧，咱知影10000年都过去啊。上帝互咱上界宝贵的，除了是救赎的活命以外，就是互咱的性命，互咱的时间。咱真正爱好好把握。真正一冬咧过有够紧的吼。我想讲，我来相连嘛，介绍无偌久，但是算有若9冬啊。所以迄时间咧过太紧咧。当然，伫遮咧提醒咱享受生命，毋是呢注意大家讲咧吃喝玩乐，大家伫遐安尼弄迄个奢华宴乐，毋是安尼。是爱明白生命，咱的时间有限，而且有限的生命中间，咱爱互伊有更较大的可能性。咱爱去试真济咱生命中间对咱有利益的代志。有一句话讲，生命要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生命爱浪费伫迄个美好的代志顶面。所以伫新的一冬中间，咱每一个人拢真公平，拢365日，咱爱尽力去把握，来使用这个上帝予咱的时间。接续第2项，咱继续来看。传道书的作者伊讲，但是爱记得，上帝要照你的行为审判你。意思讲，咱会当真正享受咱的生命，但是咱要明白，上帝是审判的主。上帝予咱充分的自由意志，去选择家己喜意的代志，去规划咱的人生，会当去完成咱的理想。但是，咱嘛爱为着咱的行为对上帝负责任，因为上帝是审判的上帝。所以，这就表示一个真重要的智慧文学的中心，就是爱敬畏上帝。爱敬畏上帝。虽然上帝予咱真大的自由，无得咱拘束，但是有时阵咱来明白，咱若误用这款上帝予咱的恩典，会抵到咱的生命沉沦。所以，伫人生的路程中间，咱一定爱记牢的。有一天，咱爱去甲上帝面头前，甲上帝当头对面，互上帝审判。互上帝来检验。如果咱即马就知影讲，咱爱好好利用咱的人生，遵行上帝的心意，安尼咱甲上帝见面的迄个时刻，上帝咱审判迄个时刻，就是咱得到上界大荣耀的迄个时刻。所以这对咱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爱敬畏上帝。爱顺服上帝的心意，要安怎敬畏上帝？要安怎顺服上帝的心意？就是爱记读上帝的话嘛，加祈祷嘛，求上帝对咱显明伊的心意。所以伫新的一冬中间，我所期待讲，咱爱下一个心愿，我要透过读经甲祈祷，甲上帝保持一个好的关系。通互我准备讲，有一天我要甲上帝见面的时阵，上帝就讲：好个忠心的奴仆啊，你一生拢照我的意思去行，所以我要互你上大的荣耀。这是咱来明白的。所以，咱会当尽力去计划咱的人生，完成咱的理想，但是毋通袂记住，上帝有一天会审判咱。第3项，伊的提醒，伊是安尼讲，讲毋通互任何代志，互你烦恼，互你痛苦，因为青春袂当永远伫咧，是空虚的。这段经文互咱2个真重要的信息。第一项就是拄则有讲过，
时间真有限，吼，青春无可能永远伫地。毋管你的人生安怎，咱的时间一定会消失，无人会当超越即款的文明。而且，若对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咱的生命实在是真短、真紧，而且是无常。常常100年，日子就搁过去。所以时间实在真有限，咱爱把握。第二项，既然生命遮尔短，但是咱的生命充满了真侪无共款的境遇，有顺境也有逆境。咱的生命充满真侪喜乐、欢喜的代志，但是咱嘛同时拥有真侪烦恼甲忧愁。所以传道书的作者讲，毋通互任何代志互你烦恼。互你痛苦，意思是啥物？意思就是讲，生命中间咱会遭受着真侪无共款的代志，毋通因为遮个无法度控制的代志来烦恼，来感觉痛苦。这是传道者伊观察咱世间所发生的代志所发展出来特别的人生哲学。检测咱人有欢喜、有快乐、有生气、有哀伤。这个情绪，但是传道者也是爱咱学习，无靠外在的环境去控制咱的情绪，反倒当爱用咱的情绪去改变外在的环境。要安怎做会到？伫智慧文学中间提起着一件代志，就是爱保守咱家己的心。箴言第4章30讲，你要保守你的心，也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效果是对心发出的。是讲咱一生的命运会安怎？你一生会好会歹？其实甲外在环境吼，毋是有真大的关系，是甲你的心态有真大的关系。只要咱的心正确，得到保守、固守，咱就毋惊。这个环境安怎去变化？所以咱来明白，心就是咱生命中间上界重要的部分。咱一定要来保守好势，毋通去魔鬼撒旦攻击这个部分，毋通去过头负面的思想去进入咱的生命中间。反倒当咱爱用瓦靠正向的态度来面对咱的人生。咱知影有上帝通好瓦靠，所以咱检测拄着困境，咱也毋惊这个攻击。反倒当咱会当超越过这挑战，互咱的生命更较丰富。那安尼活，咱就会当减少真济烦恼。还有一项，伊个继续提醒，伫12章的前2节，伊安尼讲：，趁你少年的时阵，爱记记你的创造主。趁着衰老的日子也未到，也未讲活着无啥物意义。趁着日月星辰也未失去光辉，午后的彩云也未消失的时阵，你爱记条伊。其实这是一个真水的诗歌，伊咧传达一个真重要的信息，就是爱把握日子，趁青春还较低的时阵，咱要有快乐的时阵，爱去追求生命中间上界美好的代志。生命中间上界美好的代志是啥货？即十大人讲，就是甲上帝保持美好的关系，因为伊是创造咱的主。所以，咱来明白，咱的人生之所以会空虚，主要是因为离开上帝。那一个无上帝的人，伊的人生就是空虚的。所以，如果咱若继续看传道书的结论，伊安尼讲，伊讲
这一切话拢讲了，总结一句：爱敬畏上帝，遵守伊的命令，因为这是人应该尽的义务。咱所做的一切，就是好，就是歹，连迄个最稳捌的代志，上帝拢要审判。所以，传道者对咱提出讲，无论咱的人生有偌长偌短，拢会当诚做有意义的。就是咱会当利用有限的人生，做真侪互咱家己快乐、互别人幸福的代志。但是有一件代志毋通袂记去做，就是爱利用咱短暂有限的人生，去认捌创造咱的上帝。特别是爱接受上帝的囝耶稣基督，因为这是互咱得到永远活命的一条唯一的锁匙。咱有限肉体生命结束了后，有搁较长永远的活命咧听候咱。这是传道者无完全讲出，但是伫新约的圣经对咱表明的一个真重要，咱生命中间上界宝贵的教训。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即个年尾的时阵，咱做伙看新的一冬，求上帝吼，咱伫新的一冬中间，会当珍惜每一日的时间，好好来享受上帝所赏赐咱一切的恩典，互咱的每一天拢是充满上帝恩典、丰盛的日子。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赏赐阮每一个人有遮尔大的恩典，对过去到现在，对年初到年尾，对日出到日落，你每一时你拢诚做阮的帮助。由此伫新的一冬中间，互阮会晓得把握你所赏赐阮每一时每一刻，互阮会当追求对阮生命有利益的代志，来丰富阮的生命，也互阮因为认捌你，照你的心意去行，来得到丰盛的生命。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即马要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咱就要吟圣诗297首，圣诗297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
会众请坐，咱即摆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的敬拜。听爸爸上帝，感谢你2024年洪有教业稳定，求主洪2025年大家拢五忙欢喜来做奉献，献上阮的才能、阮的时间、阮的金钱、阮的全人，做主的圣工，引带搁较侪得救的灵魂，求主祝福阮头前的路。阮的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会众请坐。咱今嘛要来看报告，请掀开周报第3页。小会公告者吼，咱今年2025年2月16第3场礼拜以后，伫16礼拜堂要举行会员好会。请大家把时间留落来，来参加。万一真正袂使出席的，一定爱来请假。迄天4场的礼拜拢照常的进行。回来农历春节的时间，
本主日4场礼拜合作一场，伫10点半举行吼。那儿童甲成人的主义盒嘛暂停，祝福兄弟大家新春平安蒙福。1月27到2月初2，就是即礼拜规礼拜农历的春节的假期，然后代志值班的牧师是蔡主任牧师。过来除夕的围炉家庭礼拜定数单放伫10楼外口的桌仔面顶，请大家来取用。过来新春全家感恩的礼拜，定伫1月29即礼拜3初1早啊10点半10楼有举行新春全家感恩的礼拜。那兄弟有要优质献唱的，咱就来吟诗的，10点来集合，先来练唱。搁过来有一个说到112周年亚华礼拜3月初二主日，要伫马家洋院来举行，请团契诗班小组同齐来报名。你若线顶报名的，报名了嘛，爱甲交楼办公室去缴费买领餐券甲车券其他的请大家回去来斟酌来看。接续咱来邀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代祷。毋知咱中间到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兄弟，无吼伫遮牧师祝大家新年恭喜，咱做伙来向上帝祈祷。求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到现在，你是阮的主，是阮的瓦靠，是阮的引带。我们因为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伫新的一冬，阮恳求主你继续带领保守看顾阮，阮凡事会当遵照你的心意来行。互阮的见证会当荣耀你的圣名。阮也特别将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拢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互阮的身体得到你的看顾，得到健康，互阮伫家庭的生活也得到主的保守。求的主。阮中间如果有人现主是拄着困境的，求你亲自赏赐因智慧，互因有信心会当超越过因所面对的困难。阮中间如果若有人有身体病痛，求主亲自保守医治，也赏赐阮有平安的心。阮中间如果有人忧伤失志，求主亲自安慰扶持，也兴起与四周围的兄弟姊妹彼此关心代祷，互阮这个相连的大家庭，会当伫彼此相听的中间来见证你的恩典济济。阮也恳求主你，互阮伫这个过年的中间，出入拢得到平安。互阮所有的亲戚朋友斗阵的时阵，充满你所赏赐的恩典。我咱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今仔咱要来吟上言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会众起立。耶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庙道谢恩，恭受差遣。